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律师肖无昌声称，中共对东觉斯坦维吾尔人的独裁统治、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是继德国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后又一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哈通社阿斯塔纳全球火力网站日前公布最新全球126个国家军事力量排行榜，哈萨克斯坦位居第53位。据悉，全球火力网站称，该排名考虑到了有关军事力量的50个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不包含国家核力量、经济现状以及政治和军事地位。上合反恐组织聚集塔什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会议在塔什干举行，会议讨论了阿富汗打伊沙恐怖组织和在中亚国家解放党组织的斗争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将30多名俄罗斯商人、官僚和一些公司列入黑名单。一位白宫官员称，针对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民主和军事干预的破坏性袭击，而对俄罗斯实行越来越严厉的制裁。胡塞武装发言人卢克曼称，导弹攻击已转向敌方陆海空部队，时刻准备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袭击。